立法院的新会期，国民党团是整理包括 AI 基本法、长照保险在内，有23项民生相关的法案，拍算要大成处理。民众党团表态讲，双方会当继续来合作。那民进党团是表示，那真正重视民意，就应该先予总预算案复议过关。大罢免哈，要守住立法院哈。立法院会议前一日，国民党依循惯例临时召开立法事务检讨会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有受邀，完成有期会出现韩国瑜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党团总调卜君熙合体，营造团结。不过韩国瑜无出席，国民党团面对新会期，列出23项民生法案做推动重点。AI 基本法我会优先把它入法，是不是核电要继续延役？这关系到我们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、社会住宅50%，先让给这些弱势的这乡亲优先来承租。台湾民众党跟国民党提出很多的福国利民、经济民生的法案，是高度的这个重叠的。最近我们三长也会坐下来，共同来讨论，希望在这个新的会期都能够通过。包括媒体议价法、长照保险、电业法等，拢是纳被有顶塔着的优先法案，有希望的合作空间。不过朝野伫大罢免了一直攻防，那也发射优先推动民生法案，和外界积极要另外开战场，转移罢免焦点。民进党团是向那也发射，要挽回民意。行政院若提出总预算案复议，就要支持过关。那我们希望国民党要说到做到，但是眼前可以让国民党挽回民意，我想有一个最好的题材、最好的切入点，就是总预算的复议案。另外，几会立委罢免第一阶段已经提案，进入第二阶段连署的备战期，也都是冷却期。郭书瑶强调，罢免是人民的权利，政党无适合过度的介入，会伫第二线，适时协助人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